欢喜的吼。我前昨咧介绍是讲我迄叫毋知升级啊是降级毋知影，我的名单甲我写讲教育长老搁人资安尼吼，无论安怎拄则咱的吴牧师带咱大家祈祷，我有特别讲，要开始先请伊带咱祈祷，请咱一个人带咱祈祷。咱有当时想讲，这是毋是敢若咱的形式来呀？毋是。咱特别换做一人新的代志，还是讲咱的心境特别改变的时阵，哪会当安尼安静一下？这个祈祷是帮助咱的心会安静。我想讲，咱大家拢甲上帝相钱讲话啦，互上帝无一个机会通甲咱讲话。这就是一个真个。我会记较早，我是东海大学工作的时，有一个牧师也是教授，伊要逐摆要上课，大声拢甲学生讲来，我要带大家祈祷，安静念念。伊讲这有几个作用啦。讲你安尼走要即个教室换过迄个教室来，我头一句要讲啥上要紧的你拢无咧听，所以你安静落，我才带大家祈祷。互迄个人迄个心会当改变。这是毋是我今仔日爱讲的话，因为伊叫我讲的，毋是要讲这。就欢喜就是咱若要互上帝讲话的时阵，咱大家换着一面闭万心。到底上帝用什么款的话咧甲咱讲？上帝道成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我相信其中一项。就是咱若台湾人，上帝伫咱的中间咧对咱讲台湾话，毋是亲像真济遐个其他的宗教的人讲上帝哪像干那捌，即个做阿拉伯话，连祈祷都爱用阿拉伯话祈祷，安尼上帝才听有所以上帝对咱讲话是用什么？咱大家上解心肝上解释。当阮有几个人伫咧想讲，言语有拢照迄个时代会无共款，小像一句话，到某一个时阵改变迄个意思。像昨我有甲咱的讲言语的即个姊妹甲迄个讲平平言语，一字咱大家可能拢知影 prevent。P-R-E-V-E-N-T， 咱的第一这字造出来是咱第一定想到的意思是啥？阻止。毋过，这个英语的第一本的祈祷书迄个 King James 改这个圣经翻译圣经了后，迄个 prevent 当时的意思，就讲上帝我出我入。求你做头带我 ，prevent 就是上帝咧带我 ，pre 大声，vent 就是行，上帝咧做我的大声来行。几百年后，迄个意思差不多变做颠倒变。咱请咱大家就是讲知影台湾话，咱前到当所咧用的这个。用台湾话的圣经，就是巴牧师安尼1933改正了的这个言语迄个做啥？用罗马字写的当时的白话，毋过是下门的白话。即马迄个下门话甲咱现代咧用的台湾话。已经有相当的差别。想讲，阮无材料通应用，毋过至少一寡话语会当改变。所以有真侪人建议讲，咱就来将即个台湾话圣经讲，安尼人读有搁爱读的圣经，较袂安尼想讲读。迄了做读着
即个咱的圣经台湾人读着圣经，我拢无啥知影。哪像阮有人吼，像我伫台湾18年，伊无去读迄个台湾话学校，像这宣教师吼，尼宣教师迄当时读台湾话了，甲阮老母讲话讲吼，甲我讲恁老母毋是咧讲台湾话的，安怎？因为阮老母毋是读迄个做啥，毋是讲迄个教会的圣经的台湾话，所以因拢听无，着到阮附近人学台湾话以后，伊去菜市仔学的，甲厝边的囡仔逐个学的吼，讲台湾话人讲，迄个做其他遐宣教师讲，你讲这吼圣经的话，讲拢无共款，毋过吼，人伊去买菜，遐卖菜拢听有哩，吼，所以你就知影讲这是咱教会有时甲大众发展，毋是干那思想，连讲话也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这是阮第一大生的这个动机啦，讲想要安怎爱做。就听到咱前几场的这个做演讲吼，哪像台湾话吼，我讲这哪像咧过时啊，迄个咱讲过时袂啦，日安尼，讲咱大家拢讲吼，世界安尼讲会晓讲欢喜的安尼吼。偌济人咧，所以咱就爱学迄款上界有路用的，这就是真济人的见解是安尼啦。这是真好的代志，毋是歹事。毋过咱家己的母语吼，若是会当保全，搁加华语落去吼，并无毋对。搁加咱家己的话，你学华语了，搁加咱家己的话吼，互你甲上帝迄个关系会当较亲密，这是一项真理。但对我做一个人，我吼，人家问讲我来美国偌久啊？我1963来美国读册，若安尼算哦，已经半世纪啊。到今仔日，迄个我若去英语讲道的时候，人叫忽然间讲叫我着用英语祈祷吼，祈祷拢无啥会出来，因为我不是咧甲上帝讲话，祈祷是拢用台湾话，华语着搁点做文了，安尼哪亲像无啥物。安尼对我来讲，我的经验，我拢甲伊讲，上帝听台湾话听有安尼吼。你若要甲我同心安尼用心甲我去祈祷这我安尼讲，有人的确会反对，讲你讲这无合实在，不要紧，你有赞成无赞成不要紧。毋过一项，阮就讲有这个努力要来期待。最近你来看全世界的大势。已经毋是讲强势的人的言语，是伊的言语。阮安尼世界行透透，真侪所在，我毋敢讲行透透，我行至少50步以上的所在，会过的所在。真侪人想讲，迄个做，逐个去到欧洲吼，逐个拢会晓讲几啊国的话，几啊款话。我有一个，阮有一个cousin咧。住伫迄个荷兰，我古早吼，若要对美国对台湾要转来美国的时候，咱遐拢会设计欧洲，因为飞机票便宜。荷兰，囡仔带我出去，去点买米，你滑头到讲英语，搁滑头到迄个咧卖米的人讲德国，伊就讲荷兰话，迄电视开落去听德国话，对伊来讲这足自然的，这足自然。就是讲。这是上介基本的，互咱成做一个称作台湾人的这样认同，就是言语的强，勇敢的强是言语，毋是伊的认同，毋过真要紧的这个认同。咱这原住民，像讲咱的教会遐尼努力，讲吼把迄个做鼓励这原住民，是逐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的母语这就是其中一项理由，这请咱安尼来了，这个人听，就是要 update。阮有招真侪这学者安尼吼，想讲要尽最大的努力。人甲我问讲，我退休要创啥？
啊，中间的一项我应该爱做，上帝啊，留互我的生命，佫加活一阵吼，啊，我著爱做，继续做。啊，做到上帝叫我转去的时啊吼，啊，剩偌济，迄佫陪人著佫去做安尼。我头拄仔甲咱的兄弟安尼讲，我在场咧赴会人，我即马排第2个。人对议会来讲，吼啊，伫即款情形的下面，阮是真迄落真期待，这是哪像咧大回头，啊，逐个真侪人拢讲啊，这讲迄落台湾话咯，迄无迄落做啥，无 resource 通用，吼，无遐个资源通用，啊，咱林长老吼，啊甲伊个遮个担当。足努力的去做一寡遐个资源，啊，佫咱即马利用即个科技，上帝所赏赐人的科技的即个因素啊，来放伫即个 website， 啊，咱会当对遐来学，佫对遐来得到利益，啊，又收集真侪即个资料。啊，放伫遐，啊，阮还未正式，就讲即个叫做已经有诶米，咱拢放伫遐。啊，确定伊会甲咱说明讲，你入去这 website 内面有啥物款诶资料，安尼会当来做。啊，即马我敢若讲即个建议就好啦，吼。讲当即个圣经吼，啊，用迄个现代台湾话。吼，啊，这甲圣经公会所咧做的，迄是无共款，毋是讲阮较好，还是因的较好，就是讲咱是将迄个言语甲 update， 吼啊，咱做台湾人吼，啊，甲捌做过人的迄落做变做较强势国的人管的时阵，有时变做强势国的话，啊，做咱的主语。啊！现在全世界迄个动向，就是原来搁再咧肯定家己的存在。迄个苏格兰吼，恁若读新闻的就知影，苏格兰吼最近拢安尼，嗰啲运动讲因要独立啊，搁安怎呢？苏格兰搁咧要恢复因原来的迄个 Celtic 的言语。爱尔兰犹原努力特别恢复迄个爱尔兰的话。啊，我吼真可惜看咱的信息有咧写讲，迄讲作者来源爱尔兰英国，你若去甲爱尔兰讲你英国吼，你就叫名伊落，伊讲伊就讲你乱来，阮毋是英国，阮是联合王国的一国，吼，毋是英国。苏格兰是联合王国的中间公家一个王名啦，因有家己的宪法，有家己的法律。佮家己去印票了，你若去苏格兰的人知影，我见着讲伊若家己印票。但无论安怎，互咱大家知影讲，我若为着恢复即个，搁再肯定存在，安尼毋是要否定他，就是要互迄落你对上帝所体会到的恩典会搁较丰盛，会较知影讲，哦，当时啊，安尼会当用台湾话讲的。吼，啊！即摆咱拢都爱靠迄落华语，啊，才讲会出来。啊，咱才无形中做华语的奴才，甲咱拔条条啦。吼，遐个华语，那么风台变做台风啦。吼，啊，我要行吼，讲一是咧走路。哦，你知影？要行路吼，伊讲会走。吼，讲啊，咱台湾咧走是，迄落走咧。走甲行佫无共款，啊，有真侪类似，啊，佫即个做语法无共款。来，言语学家会甲咱讲吼，台湾话吼，毋是华语的做方言，因为整个的即个syntax 语法顺序无共款，有影真侪字共款，真侪话共款，毋过这是。无共款的即个言语啊，我毋是要伫遮点啊，是安怎讲？我为着
要爱知影即个叫做欧洲的遮言语，我就叫考了英语，我就也英语考了，搁法语安尼，啥物语安尼吼，我算算来讲，我考就过吼，不止7种，啊，毋过我嘛也袂晓讲，毋过我有一个心来讲，哎呀，因为有当时读圣经吼，我就去摕出来看讲，哎，到底德国话安怎翻译？哦，我都读无啥有讲，德国话即句话吼真通了。我头拄啊，我若咧问迄，咱年爷就讲你叫你名吼，我日本迄边怎读安尼？吼，这吼，加字安尼，当我吼将这交代，即马即要出的圣经，伊说互咱看，咱现有的圣经吼，已经有的圣经吼，会当摆伫遐，甲即马准备要出，吼，迄个咱即马用啊，你先足看台语以前有诶，就是讲新旧约诶圣经，迄是罗马字，用罗马字诶拼音所写出来诶台湾话。毋过你若甲现做第一页内面吼，英语写讲这是阿摩因芬纳丘啦，厦门话。吼，即马迄是第最后是1933年改定。1933年到今年几年啊？80。咱若知影英语吼，每一代拢有一本新的翻译出来 ，update 伊的英语安尼在吼反正个伫1973年的时阵吼，有天主教甲基督教的牧师2名安尼学者做落去翻译的，这叫做红葵圣经。伫迄出版以前就向有收去安尼吼，对迄个出版社向有收去。后来互咱大家知影，讲有一个新约已经出版。搁后来安尼，迄个做迄个叫做台语汉语本。我今仔日吼，像我足见笑，伊讲叫我大爱读迄段圣经呢，摕互我读的是。台语汉语本足侪字我读了无啥对吼，这就是因为安怎呢？汉字一字用读做几啊字的，迄个做台湾音，这吼是足正常的，因为安怎是咱大先有台湾话，再去用汉字来甲斗的安尼，叫做阿底字的日本叫做阿底字安尼。你若就用阿底字用落去讲哦，咱逐摆遐日本人咧讲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吼，你若用迄阿底字汉字甲写落去，无人知影咧讲啥。有难度啊！迄个阿里嘎多有难度，差别听较济，听较迄个，所以有时咧读台湾话汉字单位是变做拢有难度咧，这迄个，所以咱的即个迄个目的就是讲毋茫讲咱会当有一个即个话，即马要分做3种的版本，一种是纯粹用罗马字拼音的台湾话的圣经。第2种的版本就是咱叫做汉罗。那迄般大家读了拢真熟的汉字，差不多会当读相像的。会用的时阵，咱甲留咧，迄个来用，拄啊像迄日本字，迄款的安尼，汉罗，汉罗版安尼。第3版就是安怎咧？叫做汉罗鲁米版。这确定咱的迄个研究咧，搁再说明。汉罗鲁米版就是若是用汉字的部分顶面拢来注音。讲这个所在，你就读啥物音呢？较袂要有难度安尼去是足危险安尼。所以自讲你若记汉字出来的时阵，安怎读？迄款注音日本字足济你若知影读日本话，人知汉字写落爱边仔拢注迄个做卡纳，安尼来说明讲啦，记字的时阵，伫遮你就爱读安怎？你知影日本日本字咱的汉字甲写字生看咱遮爱读日本书、日本教会知影，看爱用读几款
伫什么馆经营的是爱读做戏，有当时啊读做叫做阿嬷哦，迄个做啥？青下米啊阿嬷迄个南妈米露哇，什么话安尼？我读到咧，听讲新有诶是新哦，拢做拢读13种，13种一写字汉字出来用读一本诶读13款无相同款诶读完。当咱是讲希望讲咱诶圣经出来了，大家读落知影什么意思安尼。他请林彪落来讲，大家咧讲，无资料无影，有真济，伊会甲报咱知影。你目标，为了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时间，正好有机会甲咱分享哦。反正我两年爱记啊，少较侪物件来吼。我足感谢，就讲咱这个国美教育每年几工元开始，我每年拢有来啦常常拢Doctor 伊拢甲我写网络福音时间我每届来拢是换汤又换药毋是换汤对啊。其实我甲讲，今仔日的题目问题了是，拄则咱咧讲的是专门台语圣经的迄个进展教。我因为我上年教会迄个33岁才洗礼啦，我第一胎基督徒了后做20年的中修，定爱去咧思会，思会爱读圣经嘛，敢毋是？我当时白话语我袂晓拄则迄我真白话语我袂晓当时台语汉字版也袂出来，就用大本本读足艰苦，加在尾也出一个现代台语译本，现代台语译本的时阵，伊拄则谢牧师讲，伊的语法甲咱无共，拄着我们的时阵，毋知要读咱读阮你若无准备时，咱直直读来时，咱即个毋对，爱阮才对，常即个问题所以迄个统治者定来甲咱讲，咱是同文同词还是骗到咱当然做骗，咱确实要不同文不同词啦拄则咱是讲风台因讲台风的，即个我嘛一直迄个到尾有即个台语汉字版了读者嘛足艰苦的你嘛知影，做牧师的人我嘛知影。前面是哪是下门话叫做但是，伊拢甲写弱势弱势的是你安怎翻？台语咱嘛翻袂过弱势哪是你毋知有感觉无？你读去本来你会感觉迄个是内底足济语法是用的汉字确实我嘛感觉讲，人是足厉害无家己的圣经讲读啦我伫做台语文的时阵，就是2002年哈佛大学开台语课的时阵，你叫我教授来教，我才开始等着宝贵的这词语白话语，才开始学安尼是来足有趣味安尼，每日安尼学安尼有小有学起来啦即个中间就一直伫探讨即个问题就是发现讲圣经公会，咱台湾的圣经公会，因遮的出版者的台语圣经对台湾人来讲讲实在影简单讲就是讲，伊无提供咱台湾人会当读的圣经啦，伊直到拄则迄个上尾一个现代台语译本最近出版迄个伊嘛讲伊要保持下门腔啦，做人咱讲做人用做人啦，迄个甲，迄甲咱若讲甲，我甲你演着拢讲甲。伊就讲要用夹逐个读咧。我迄个毋是基督徒的朋友讲，恁太啊圣经拢写夹，恁伫读的时讲话拢讲夹，像这拢改过来就对啦。我一直感觉讲，所以我伫这个台语圣经这有言来讲，我搁真侪深入来探讨所以有即个安徽圣经，为着网络上网的问题因为迄个。电视剧牧师退休的时阵，伫台南新行院，伊感觉白话字足重要，所以开一个白话字班。台湾南北二路要学台语的人，因知影讲汉字无法度解决台语啦迄汉字是你考官做官用的，做官了后，搁会当赚偌济钱用的啦其实咱的迄个生活语言拢无嘛，咱拢无所以你讲要用汉字来解决台语无可能
啊，甲客语哦，我才讲台语甲等于包括客语啊，才有客家方言哦。啊，所以即个大家去读的时阵了后，遮个人去组一个叫台湾罗马字协会吼，啊，李金华教授吼带我去参加吼，我去参加第一届的时阵，人已经第一届吼，已经慢慢做济啦吼。啊，去的时阵人拢讲，啊，拄着我就讲，我想我上头开始人讲，我上来教会吼，啊，迄个教会外人只我一工嘛，讲你进入教会上无，甲第二个牧师尔，出来拢无效吼。啊，我等于我去检查，有影无效啊。逐个拜会时拢一直咧放弃啊，啊，敢若第二个牧师想办法要甲救倒转来啦。啊，佫定来讲，啊，你，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挂台湾即个名，啊，内底也无台语圣经，世界所有语言的圣经拢有像我嘛，敢毋是？啊，敢若台语圣经无啦吼，甲即摆也无啦。啊，伊用中华民国圣经公会改做台湾圣经公会，共款也无啦，哦。啊，所以阮即摆即摆行的路，算是感觉讲圣经公会无的，啊，咱做会到吼。上帝赏赐我有遮个文件，啊，电脑啊，我处理甲信望的网站遮合作了后，啊，我就解决遮个问题，我就有哪去行。啊，有一天迄个肖牧师，啊，阮定来斗阵嘛吼，伊就甲我讲，伊退休了后，伊讲伊做一世人的牧师吼，读个圣经拢毋是咱的圣经吼，啊，所以我。希望讲退休了后，要来甲即个圣经，甲改做即个英文圣，改做台语啦吼。啊，其实咱若有详细去读迄个现代台语译本的迄个书内底嘛有写，伊讲你要翻十几年啊，翻电翻袂好势。啊，有人伊内底家己写讲，有人建议，啊，就将百个圣经大家用甲听好诶，啊，就甲改做咱即马一用的台语就好啊。英文啊，改做台语就好啊，但是伊安尼写，伊无去做啦。啊，所以我一直咧感觉讲，我来做一个台湾人，无台湾人会当读的圣经，所以我即方面我足努力咧创。啊，拄着肖牧师讲退休了后，伊嘛想要做这，啊，伊开始吼，啊，佫过底个牧师，啊，讲实在，即个现代台语译本吼，伫翻译的时阵，圣经公会毋见甲出，伊感觉讲白话字出了伊袂趁钱。毋出，直直拖。啊，遐个翻译个人，王先阳牧师，伊定咧讲，即嘛伫我有生之年，讲出版互我看者哦。啊，迄个现代来讲足久个啊，哦，啊，所以王先阳牧师，因为我伫处理红白圣经的时，伫遮就较熟悉。啊，所以伊讲，来，我再顶台嘛，你来，伊讲伊有遮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因圣经公人咧翻译的时，一个开始入就用帕拉克的迄个排版的软体去排版，啊，干那圣经公会会晓印，外面的出版商袂晓，印刷厂袂晓印啦。伊无迄个配合，伊安尼甲你夹掠者吼，毋出就是毋出，吼。啊，我去的时候，我讲你档案互我，吼，我来试看卖啊，吼。伊帕拉克时阵，较出名啊，你真一个我是嘛毋捌听过吼，迄个排版的迄个软体。啊，摕我了后，啊，感谢主，啊，我迄当时同一个迄个henry站吼，啊，伊就是做网站，做足好个嘛吼，啊，佫拄着即个信望来即个网站，我讲我有即两个人，我拢寄档案互伊，啊，结果两个拢天光早拢甲我变做Word档案啦，啊，我就赶紧摕去咧把咧小做下，一直伫将来啦，了有影伫翻译个时，啊，我摕讲，这就是Word档案会当出来了，你就会当出版甲。公布下有出版的迄个拄则讲红白圣经迄个派册哦，是的哦，一直甲迄个都亚明算来第二个新约圣经的啊，迄就是我甲迄个陈金峰牧师的哥哥陈清顺长老伫阮波士哦，伊迄个红白圣经新约迄个后排就是1972年互国民党没收去了后。啊，伊就感觉讲，这伊才知影有白话字啦吼，啊，白字知影好，啊，国民党实际安怎要没收？伊感觉讲国民党要没收的物件是上好的，哦，你去试看卖哦，统治者前尾甲你卖掉物件一定是上好的，所以认真学白话字了后，啊，一直就是讲，就无白话字好读啊，就只有白话字圣经，哦，啊，伊啊足耐心啊咧吼，6年半甲迄个白话字总拍做电子档案啦吼。啊！伊拍好的时，我拄好学会晓台语的这个电脑处理，
迄个调和的问题吼，咱圣经咱迄个庙有调和的问题，我就甲处理好势。处理好势时，我有送去互圣灵公会，迄当时罗准明牧师拄啊做总干事，伊是甲我说礼啦吼。我规个信仰讲实，伊甲知道，我足感谢的吼。啊，就送去互伊讲，你若紧上网，啊无我时间拄着拢去互猫。啊，结果伊直直拖毋啦，毋上网吼。啊，大家感觉讲，迄个红会圣经无出版无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共款单程准经都一字跑，足紧的吼，啊，我足正确的。啊，第二日就甲上网啦吼，我拄则讲迄个显利蛋，迄个叫暗光这的时候，台语就上网。啊，即款像讲圣经讲可能袂晓上网，啊，我即个显利蛋嘛甲教呢。啊，大家甲教的时，大家问伊拢甲讲，啊，你迄拢做毋对，档啊，都讲拍毋对，爱改啥？哦，啊，但是准伊咯，伊就当讲毋对，等于就我顺一遍。伊讲明明就对啊，咱讲毋对啦吼。啊，伊迄毋对就是讲，咱迄个调和吼，调和的位置吼。有两个所在，因为圣经公会甲咱的台湾的社会发展，所以伊所用的调和外边的人拢毋知影。啊，所以这台湾罗马字协会第2号牧师这学生啊，因就是讲要电脑时代一定爱无法度拍电脑，所以家己设计先拍出来迄个调和位置，O A 甲 O E 无共。伊讲迄个毋对啦吼。啊，讲实在话，所可能，公报社伊嘛认为我迄毋对，拢叫人工分哪去改啦吼。啊，其实迄个开发迄个人叫老家甲先生吼，伊一个知影讲，我计来讲即个标字的迄两个位置要改，所以嘛随去统一软体讲试着会当总改啊。吼，啊，我会了解吼，可能因上网有一寡困难，一寡人就讲你迄个联合圣经公会对因的规定安怎，我是毋知影，啊，就是事实上是无上网啦。吼，一直到即个红会证出来了，我拢来改做汉字甲汉罗嘛吼。啊，我如迄个软体试落来，就随改做汉罗嘛。啊，所以伫网络面顶了，啊，公报社伊感觉讲啊，这足好诶，所以要出，所以伫正面存来就上2000多年迄个新约圣经，吼，这是试用版哦，用迄个啥物图纸吼，可以足够诶。啊，即摆有个订再版的时，就是用圣经纸吼，就较薄吼。啊，上正面是现代台语的本啊吼，伊内底就是讲。伊一直要保持原来因，啊，甲社会伊毋知影社会人到底是安怎讲，啊，像台语已经台北人无爱讲台语，所以所有的去到较侪人讲台语，拢变中南部啊嘛，吼，所以变中南部遮个人用的台语才是台湾这样普遍伫用的台语啦。啊，阮迄阵统计起来时，现在即摆即个现代台语的本，伊是用的腔口超30%啦，伫讲。哦，啊，阮即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吼，到即个台湾罗马字协会遮个人我用网络去问讲，你即句话安怎讲哈？回答到转来内底，阮即摆是希望讲，全面台语圣经是台湾70%的人伫讲的腔口。哦，啊，拄则人迄个人答无是说，咱用夹，啊太夹，哦，我夹明明是文音吗？你夹是顶去查文音吗？啊！你要普通要大个人读个圣经，咱就用字，就用加，吼。啊，讲实我拄着足侪教会怪啦，恁是奇怪啊，要写假，啊，今日讲拢讲假，吼。啊，所以阮迄个拢你就改做假吼。啊，今仔是讲错，咱拄则有即个来看即个，话啦有注意，话啦无注意哦，迄个有无？你的话做我，毋是做我啦吼，做我，骹顶的顶，做我路上的顶，就即个腔口已经拢改做迄个，咱你读的时阵，我是读的吼。啊，即个语言腔口爱互相尊重，我毋是讲到迄个其实迄个80%的咯，还是讲80%。事实上，一个社会一个族群内底，一定爱选伊较侪人讲的腔口嘛，敢毋是？迄是文嘛，经过几百年了，对不对？这关东腔啊，关东腔哦。啊，美国嘛同款啊，但你讲嘛是讲每一个国家一定有一个较侪人讲的腔口，哦。啊，你实在诚做讲，所以我你讲，伊讲新约圣经现代台语的本哦，我讲迄较现代哦，感觉即摆的台语，所以出版了后，这个台语文界啦，嘛是拢安尼看门者啦。哦，伫迄个新书册杂志哦，咱迄总的新书册杂志有一个叫读经日记。
李南明先生哦，我叫伊大师哦，伊台语足好的李南明哦，啊伊有写已经出版，已经有出版的10篇啊就对啦，伊写12篇啦吼。迄个就是针对即个甲台湾社会迄个脱节的所在，迄个语言的脱节的所在吼，啊拢甲甲提出意见就对啦吼。啊，伊即摆咱即本专门台语圣经 final 的台语，所以伊拢一字一字读过来，哦，啊读甲感觉讲真正是台语吼，啊再帮我说。OK， 啊，即摆讲遮，我想讲换咱摕咱时间互大家小 response 咯。我讲到遮，毋知有啥物，大家毋知有啥，欢迎大家提供意见。我爱听读语言障碍的歌唱哦，就是讲咱迄个围墙啊，吼，毋若围墙啊尔吼。是讲咱卖有吼，啊，所以我有针对你迄个主题伫写，啊，即哦，咱毋拿咧咱甲拆掉，哦，即个语言中间的即个语言啊拆掉嘛吼，啊，若无我除讲我带朋友去教会时，第二届伊袂爱阁去啊，无恁咧我听无啊，一嘴创讲我听无啊，啊，即摆足侪台湾的教会吼，伊讲切国语堂，其实伊无去探讨原因，遐个少年囡仔，其实生活语言。甲外边的台语，因拢听有啊。伊是来甲教会内底迄个下门话，即个巴克圣经无目前的教，伊对台湾贡献足大。不但语言也是宣教，啊，伊的后遗症就是讲啥，形成台湾教会内甲教会外语言有10%无共款。哦，遐个青年，即个。青年教会青年节一定有青年伫思维、伫聚会上。头尾我看我足感动的，大家甲咱拢嘛做共款啊。啊，但是祈祷的时候，上帝啊，咱拢是罪人。哦，这就是问题啊。哦，咱教会无提供环境互伊啊。哦，啊无想讲这个是下门话圣经，咱也介绍咱台湾的圣经啊。哦，啊，惊讲伊会走去。国语堂，就去国语教会，啊，就是上个教会内底设一个华语的时间。哦，过到即马头10年啊，10几年啊，你语言的思考无共啊。中职会开会即马是足艰苦开啊，中职会足侪少年的拢起来啊，所以因的思考、因的思想啥拢无共啊。虽然。若好啊去探讨，基本的原因是咱家己本身，咱的圣经，咱用的无用咱家己的语言啊。哦 ，OK， 到这毋知有啥物问题？讲了伤深，啊，想下咧。啊，现代台语圣经附有的还袂出来。OK， 好，真到问题，我是我讲。其实我5月转去的时候，准备要出，我准备好啊。啊去啊，结果无想着讲公布下来，讲赶紧来出。啊，总会讲总干事看着讲，伊嘛足期待咱张老教会啊，有咱家己的圣经，吼。啊，所以讲了后，过这个牧师，我想讲，趁这个机会，甲这个款的腔口，吼，啊，介绍台语的，人名甲地名。有人名甲地名哦，你北京一直翻的，翻啊，足歪啊！耶稣啊，啊是咱台语里人读做耶稣啊，敢毋是？啊实在原文发音者，所以即摆是改做耶稣啊。所以咱大家看啦，汉耶稣的里面是耶稣，毋是耶稣啊。哦，啊是讲希望甲即个咱的台语的主体性，甲摕倒转来，莫讲拄则牧师讲安尼，哦，一直来过即个汉语来。因为汉语读做这，伊迄个北京语是叫做满载人啊，满载人，满洲的，甲咱污染足严重的嘛。哦，无照咱的本来唐宋的音来读的。啊，咱若要搁照伊个甲读过来时阵，迄个差别会差遮远啊。哦，明明萨摩尼啊、萨摩啊、足海啊，袂个这甲读做念去。哦，你拄则读迄个苏格兰啦，啥物爱你啦，啥，迄就是一个影响啊。爱尔兰啦，爱尔兰就是足下嘛，敢毋是？主要迄个咱台语叫人读做念啊。哦，像即个这问题，人名甲地名要算较好诶，足大诶啦吼。我甲实料已经整理好啊吼，我来小大家看425个啦。
哦，啊，阮即个圣经后壁，阮的迄个立体的对照表，身躯对照啦吼。OK， 我来大家小只看啦，无问题。OK 啦。好，正经讲话，正经做开始。伊咧烧的时阵，我头拄仔无详细甲咱讲，就是5万讲遮个圣经内面的地名、甲人名，会当甲原音、原来、原文的音较晚。咱即马所咧用的是根据阮代人留咧互咱的名，遐个字就去发音。看咱毋免用阮代人，咱就无阮代人管，吼。咱看会当用咱台湾人的音来家读，袂即个拄则林长老，林长老，我是真敬佩吼，即个台湾语文的实际即个努力者。因为拄则林长老有提到台湾圣经公会的一寡问题吼，我是感觉需要做一寡澄清啦吼。这方面当然真肯定即个林长老的用心吼。林长老拄仔咧指正即个圣经公会的一寡问题，有诶嘛是事实啦。都是迄个，我有需要甲大家说明一下。我即摆是无伫圣经公会，是干那讲有拄好一针的中间伫台湾圣经公会，所以就我知影的吼，做一寡澄清啊。即个台湾圣经公会的即个翻译小组吼，甲即个新约小组，其实是根据台湾长老教会所推荐的人吼，这大部分拢是教会的即个对台湾语文有研究的牧者。即个翻译上吼，当然拢会有足侪争议啦吼。即个用泉州腔或者是中南部大部分人咧讲的话，因为即个小组甲新约小组拢是台湾长老教会传起的吼，这是需要尊重台湾长老教会。拢是上帝教会，我承认。对啦吼，所以当下咧讲，迄个圣经公会无免迄个采纳，也是讲无一寡只个发音顶面袂通即个符合即个大部分的人的期待，迄个原因是遮啦吼。当然圣经公会嘛真知影讲，迄个翻译甲发音顶面有真侪问题，拢是事实。即个不管是小组，也是讲即个新约的即个大组吼，我认为评述是安尼，大家拢非常努力。即个台湾圣经公会本身提供的吼，当然就是即个翻译顾问、旧约甲新约的即个翻译顾问。早前当然是以林博士为主，伫最近来就是即个来客语是即个 Paul McBride 吼。即个是旧约，伫台湾人中间就是牛毛会博士安尼吼。因实在是付出真大的心血，所以即个甲大家说明即个。即个圣经公会另外提供当然是排版 Paratext， 甲即个后来真正进入排版复印安尼吼。即个伫排版，这是联合圣经公会用 Paratext。即个软体，这是联合圣经公会提供的，即个伊真侪功能，就是讲，迄个你会通真清楚，对一字即个出现，到规个全本圣经，迄会当即方面的，当然就技术性，我是毋免进入像细节的说明，就是讲，这是联合圣经公会所研发的软体。你转做 Word 就是有可能，总是迄个你转做 Word 了，你若要真正真认真去查，迄个后来所发生的问题是吼，就会产生困难迄个印圣经甲发行，这当然有市场顶面的问题啦吼。圣经公会要印，当然有经费上的这个问题，然后迄个。即马发现了市场这方面的问题吼，这个是圣经公会本身的尽力会当完全会当，这是要靠教会啦，靠教会。
为着这个印圣经了后的这个发行吼，圣经公会甲总会中间吼有一寡讲吼，这是变怎样去推杀？啊，主要是地方教会就无要买吼，这个印出来了后，你蹲伫仓库吼，5年了后，这圣经伫台湾迄种的气候吼，就迄个湿气啊，就真正真好个会当个卖啊咧。啊，所以这个今年年底会出现代台语汉字甲罗马字对照版，啊，即马是咧烦恼讲啊，遐原本印出来迄个现代台语罗马字版要安怎？哦，这真可能会用半相送的方式安尼吼。啊，无法度嘛，吼，这就是这个复印了甲发行的问题。啊，这个迄个安培圣经吼，其实有一个争议啦，一个issue啦，吼，就是讲，着伊出版进前，就互敬总会的总没收，吼。啊，这个教育公报社顶拍，吼，这个林州这边大家真努力顶拍，无这个排版，对圣经公会来讲有排版，吼，搁印的问题，当时另外有一个争议，就是迄个著作权的问题。哦，这是伫1960年代、70年代，圣经公会、甲台湾基督教教会、甲天主教会，遮个学者，或者语言的先辈，大家做伙努力。所以迄个教会公报社要出的时吼，毋是我的时阵啊，就是讲伫偌准备牧师的时阵，有甲圣经公会讲到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啊，无也是讲伫事业的中间有交代这个问题啊无。对圣经公会来讲，圣经的普遍也是真需要吼，这个大家做伙来努力的，啊，嘛是圣经公会的这员工的期待，啊，总是有一寡争议吼，是有时啊是，敢对外口人听是足细汉，总是嘛真复杂的咧，啊，所以拄则你碰到圣经公会时，我做一寡定性啊，吼。真多谢吼，所以伊讲的靠关伊是总干事哦。我记得，咱来听过这个牧师吼，伊主要阮这个资料内底去甲阮指导的，互你看伊安怎讲吼。所以这个圣经翻译，啊，我甲你较讲啊，我即个现在中文翻译的时阵，我讲，问题是翻译出去是爱教会审查。啊，教会审查的时候，教会迄牧师也对，你若翻译查咧出去是过去牧师咧讲的道理，是本来听就无一样。伊原来咧讲的，就无伊也无经图通讲啦嘛，所以就反对。但中文的翻译差不多30-40块啦。啊，上中性的就是吕正中啦，吕正中。有这种的翻译就以个人翻译较重视啦，教会出版较无重视，因为教会从过去的观念，第一时阵你来教翻译政府学校，就该反对，所以要保迄个过去的 vested interest 咯，教会那教会出版，所以这是。OK， 即个吼，阮若伊有感觉讲较妥当的，阮拢有甲改啦吼。啊，就讲保罗票，连罗马兵啊拍中文的圣经拢拍39个啦，啊原文是40个减1个啦，吼。啊，别个圣经原来嘛是40个减1个啊。啊，我就去问，过日就就是所有的资料人研究拢提个出来吼。即个40伫迄当时代有足大意义嘛，耶稣受试探40天嘛吼，啊，迄个出一孔也40年嘛，还有一个40年，我袂记毋知啥有3个所在出40年，啊，所以迄个阮会叫保利原来40个减1个啦吼，啊，伊讲安尼啦，你著甲加一个讲40个减1个，拍甲强要死啦吼，因为阮这圣经真希望讲教会外的人嘛读啦。吼，所以拍较强的死是加出来啦吼，安尼
咱先查个清楚。啊，这个咱过来看这个录音是复述的。贵牧师等于伫麻豆伊个祖厝吼，这伫伊个祖厝咧，爱创一间人客房啊，我算第4个去遐大吼，啊，就安尼吼，每日咱都请教吼。啊伊较无迄个讲，你来遮尔啰嗦，伊足爱我去的，我甲伊提一寡遮个问题吼，伊话感觉我真趣味啦吼。就讲迄个马太福音，耶稣讲，约翰的囝西门，啊去甲约翰福音的时讲，约翰的囝西门，吼，啊当时西门是约翰的囝，约翰的囝吼，啊这拢经过伊去找人，大家研究出来资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只好伊原文是安尼嘛，只好就用注解的方式啦吼。好，咱来到这个录音复述吼。其他的东西，出来就感觉讲，咱从高中咧读着即款的圣经，读着真难了，毋是咱就叫话。不过做本身一来就创作，讲咱就是咱反正应该就是反正就是所谓多加读者，这个语言，上真正人咱是流的这个用来讲话，啊，这就是真重要的其他的东西。OK， 所以今年吼，下5月初9，蔡真理牧师感觉有到地去甲拜访啦，大家足关心伊个健康问题吼。伊话感谢，实在讲叫我讲啦，有人咧问起的时候，拢甲多谢吼，开始对伊个关心诶。啊，过来看黄先江牧师吼，将年教会安阳庙迄个山水。讲起来是对197，阮去日本时候，这个圣经公会训练了后。有几个人开始要来试入这个大陆的圣经，总是伫迄个当时可能政治环境的里面，有个人就因为要去出国读书，所以迄个 team 换来换去到差不多70年，这个罗博士转来了后，才开始正式就去创。都已经博士，有甲这个台中的马尼洛，迄个语言学校，甲许多迄阵台湾人的老师参加合作，所以这个是伫咱台湾的教育史内底，这个天主教甲新教合作落去做的代志。圣经是要读的啊，所以伫这个。新的圣经要出来以前，我是这个标字，我当然都记得上啦。互咱台湾人会通搁较知影讲，咱家己有自然的物件，会通想啥要写啥的吼，咱嘛会通真正去接来讲啊，真正用咱的台湾的教的，互耶稣用台湾的甲咱讲，互保罗用台湾的。哦，伊红白圣经一直就甲指导啦吼，啊，所以即讲。我即个无国界翕相啦吼，大家看袂着吼。伊敢若几年前过身啦吼。OK， 因为即个题目嘅问题吼，有一寡新来的吼，40减一个这吼，迄个因为有讲网络福音的即个时间吼，所以我拄则显吼，互读加深，这后壁才有即个。网络的资源甲福音时间啦吼，感谢上帝，就是讲迄个新闻嘛，在开发足济功夫吼，互即个工作会当完成吼。像迄人命的对照的吼，遐拢寄入出来，迄是无简单啦吼，你大家拢会接着吼，就足紧的时间内底就做啊，才要开始去创事业啦吼。啊，所以变讲迄个，即个大家看吼，就是网站。其实你想要爱，主要我是圣经甲圣诗啦吼，圣经甲圣诗阮写足侪精神的吼，啊尤其各种版本的对照，阮即个人名地名吼，伫网络已经有啊，所以咱伫即个线顶圣经的内底，就会当看到即个网络这个吼，卢俊中有版权问题啦吼。有啊，所以阮袂使提出来。但是可能2年啦。过2年哦，无紧。过50年。卢俊中是万人
男啦，所以真侪翻译的吼，甲闽南语吼有迄个三关联的所在。啊，我毋捌伊本身，我捌因囝。OK， 这个咱若捌去你网络面顶查的，就是这个线顶圣经吼，这是公开的所在，伫上下骹吼有一个身躯的对照吼，啊，你信仰创好啊，摕去吼，啊，虽然是创好啊，啊，就是讲希望迄个对这有趣味的人吼，啊，就是来我斗看斗注意讲有倒去唔对的所在，麻烦email甲我讲啦吼，啊，会当有这个更较好势吼。啊，这个对照表伫圣经正式会印出来的时阵，汉罗版会分汉字的甲罗马字的啦。啊，汉字要查的先爱创字话落去查，吼，创字话落去查。所以我这字话先，你来用字话去查嘛，会当查出迄个内底物件吼。OK， 这就所有误话哦，伊拢会出来嘿。啊，你后壁有出现的经文，就是即个吼，遮遐侪经文拢出来吼。啊，你若你伫迄个翻下边，你点袂伊咧，拢会走出来。所有伊伫遐出来的部分，遮伊拢会出来吼。这网络面顶才是迄个功能足强的吼。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利用来帮助咱对圣经的了解吼。啊，即个网络的资源拢伫这面顶遮吼，啊有字典有遮大家有趣味吼。啊，姓氏啊，是遮我是啊，过来姓氏的台仔片吼，这杜天顺牧师吼，伊足认真的吼，一个每一个姓氏伊拢创迄个套本。啊，咱教会要用的先直接 copy 落就会使吼。伫这所在就是讲哦，这圣经这个，啊，阮圣经吼，因为迄个中华永乐教会有一个迄个好姊妹吼，伊甲旧约拢录出来啦吼。咱永乐教会咱这一个足趣味哦，圣经5月出一套嘛新了，啊广播车出一套嘛加新了，啊迄个总会嘛出一套新了，啊拢无旧约啦，吼。啊这个好姊妹甲伊为是迄个中华原来基金会迄个电台播音员，用上帝赏赐的文典里要特别现出来。所以为头读到尾吼，身躯拢有，只有这读经机啦吼，会人知影，会人我无人知影吼。伊会当，水甲水分开，上帝就。啊，这会当跳舞啦，嘿。第二周。哦，啊会当跳管吼。第二季。嘿。第数季。啊会当跳新约旧约的。马太福音传。嘿。第一篇。嘿。马太医书。啊，这即马专门台语圣经用好了后，嘛创来遮吼，伊啊。开始排版好伊就来读吼。今年的巴比教去休斯顿吼，煞了后的时阵，较一个退休的牧师敲电话来讲，林长老，你这足好的吼，啊，要读咧台湾话，敢若无成台湾的。我讲你讲对，迄个厦门话啊，啊你听起来要来好会爽快。所以这总共80几点钟啦吼，啊你啊直直听的时阵，可能会足久吼，啊若足侪几下的吼，啊拄着我年纪较大讲，林长老感谢你哦。